观众朋友，早，欢迎收看11月13公视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真。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昨增加10个境外病例、无本土病例甲死亡个案。另外，咱家己买的莫德纳疫苗122万筒，昨暝10点半嘛，阁送来台湾。阁有因为各国拢有对疫苗的认证需求，即马指挥中心嘛开放做过高端疫苗民众。只要提出出国读册或者是工作的证明，就会当做其他品牌疫苗。又到有 BNT 送到位啊，由鸿海永联台积电注册这个企业民间团体所购买精送的第12批 BNT 疫苗，拢总92.66万份。12礼拜5透早7点送到桃园机场。伊连暗时还阁有第9批咱家己购买的莫德纳疫苗122.61万份。指挥官陈时中是讲，后续会看检验的情形，真有可能开放 AZ 换注 BNT。整体还是要看，就是说它在我们风险检验的一个情况但是也很有可能。另外，指挥中心也公布最新的境外移入病例，病毒定数结果新增加一个阿尔法变异株，14个 Delta 变异株，也加一个 Delta.AY.4.2 变异株，俗称 Delta Plus。这原来是咱国内检验出第2个境外移入的，全球也有42个国家有这种病例。其中以英国上济，美国、加拿大、新加坡、马来西亚这国家原来有传出这种疫情。它虽然有增加一些新的突变不过传播力的估计还是维持在比原本的 Delta 高10%的这个部分那也有一些很初步的研究显示说，它对疫苗的保护效果跟其他 Delta 相比没有明显的一个差异另外，因应民众出国的需求，指挥中心也宣布，无论进前做过高端1剂还是2剂疫苗，只要让28天就会当检付电子机票、读册还是工作证明，向合约的病院预约注射，换注第2剂 AZ 还是 BNT 或者是莫德纳。目前有6个国家做高端会当入境，包括纽西兰、秘鲁、印尼、阿根廷、以色列加贝里斯。高端这个并不是为了就是为了补强保护力。是因为因应国外的一些需要，所以在国内经过专家的一个讨论之后，那认为可以再这样子做补打，那但是希望能够间隔28天。伫公费流行性感冒疫苗只是部分，指挥中心是讲，为15后礼拜一开始，开放50岁至64岁以上无高风险慢性病的大人，会当公费注流行性感冒疫苗。不过提醒民众，必须加新冠疫苗让7天以上，避免副作用同时发作。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咱国和友邦洪都拉斯建交80周年，洪都拉斯总统翁阿布2个人昨暗也飞来台湾，要进行3天的访问。不过，洪都拉斯这个月底就要举办总统大选啊，在这个时间点小说拜访咱台湾甲美国，也引起讨论。甲外交部处长热情拍招呼，洪都拉斯总统叶南德兹因翁阿布昨暝7点40分为美国飞来台湾。叶南德兹接落来也会拜访咱蔡英文总统，庆祝两国建交80周年。这也已经是叶南德兹第4摆访问台湾。另外，洪都拉斯月底就要举办总统大选啊。不过，目前反对党的支持率赢过执政党。反对党候选人也捌讲，若当选总统，就要甲中国外交。南科的高雄园区有一间厂商内面27个员工涉嫌甲中国的子公司内底干部勾结，甲公司内面的机密资料偷摕走了后，伫台湾甲中国开一间新公司，做出相像的产品，来赚黑心钱，一年外就赚上千万。其中一个姓王的主嫌，互检方声押，即马已经核准啦。原件分组真一路查考姓王主嫌伫公司甲主体电脑，伊已经离职1年外的公司，甲警方报案，讲叫姓王的主嫌偷摕公司的资料，家己开公司赚钱。市场上有看到一些跟他们同样的东西啊，针对这个离职员工的电脑，再去做还原。那还原之后，才发现说他们的公司因为被泄露了。姓王的主嫌伫进前的公司有8年的资历，知影讲公司是真出名人造光源加光谱分析技术的大厂，技术全世界出名，连美国大厂亚马逊都是客户之一。甲大陆子公司的中国籍干部做伙偷摕零件采购资料了后分享，2个人伫台湾甲中国各开新公司，再佫利用另外一个女员工投影太阳能产品有关的产品设计图加分析系统，做出类似的产品来卖，不法获利超过上千万。因为涉及到境外
外犯罪，依据营业秘密的相关法律，他必须要立即予以裁定收押。不会有可以存取资料的一些电子产品。我是 A 工程师，我的职权范围看到哪些文件，我就看不到别的部门的文件。那我不能存取我公司电脑任何东西，我 email 出去之前都会被过滤。主要的嫌犯甲女员工拢否认犯案，检方认定主嫌牵涉到甲个案工作有关的营业秘密保护。头一遍不是自愿交保，是申请羁押核准；另外一个女员工是6万块交保。南科管理局表示，厂商除了爱加看员工的行为是不是有无啥正常以外，嘛会当加参加管理局所举办的讲座，透过大厂经验分享，会当补强家己对营业秘密保护的不足。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报纸写啥物？带观众朋友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看联合报，经过3位首长开发面积总共有2598公顷的桃园航空城计划，昨总算开始动工。桃园市长郑文灿表示，航空城牵连到桃园未来30年的发展，伊正感谢居民和政府上大的支持。其中有3区预计2018年会先完工。接落来是自由时报。纽西兰主办的第29届 APEC 经济领袖会议，昨暝伫线顶举办。伫台湾，咱台湾的领袖代表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伫会议中也强调，咱台湾有加入 CPTPP 的实力。接落来是自由中国时报，民生物资8项拢起，经济部长王美花昨甲大卖场超市业者讨论决定。为后礼拜开始到年底进前，会伫卖场设一个民生商品的评价专区。不过，卖场好事多表示，因并无参加这摆讨论。高中的学习日程档案9月底时阵判检25000份资料，累计有81间学校7854名学生受到影响。教育部国教署长彭富元迄当时嘛讲会打责任。即马伫学生甲资料全部传好势了后，伊嘛家己提出记告的处分。教育部针对档案判检提出5项改善，包括系统营运、维护治安等等的管理，佮有加强备份资料的监控，建立系统验证机制。书面的报告也送去立法院。另外，教育部表示，因为厂商的疏失，爱投入真侪资源才会当改善，接落来嘛袂搁甲暨南大学继续签约。中选会主办的公投意见发表会，今仔日就要举办头一场啊。4大公投的提案人会甲反对方的代表轮流表达理念。为着12月18这4项公投，哪日拢伫台湾各地头举办说明会。民进党立委罗致政佮带党内的人员伫路口压号、也牌啊宣传4个无同意。那国民党立委江启臣为12月14开始会去6都宣讲。未来，公投顾台湾，民主拼未来。国民党拍拼宣传年底4项公投，除了党中央规划1218场宣传演讲的活动，国民党立委江启臣嘛要伫6都办相关的演讲活动，要组织在野的力量来对抗执政党也几千万办2100场的说明会。前副主席霍龙斌、中共董事长赵少康等等哪样的成员拢有出席来收听。针对起用质疑讲，这个举动是要另外裁决党中央，江启臣讲，党中央鼓励大家拢会当办。筹备时间真的比较短，那他也在礼拜天下午会来参加，因为其实党中央的整个在宣讲部分就是鼓励大家各自能够广办。江启臣讲，6都宣传演讲的活动，头一站14伫台中举办，民进党立委罗致政动作较紧。12透早就甲立委江永昌，甲几个议员伫邦桥的街路，就算还搁伫落雨，因也是要宣扬诉求4个无同意。希望在新北市、双北市，还有全台各地的重要路口把握每一个时刻，向市民们、向我们所有国民同胞来呼吁，1218一定要投出正确的公投选票。12月18公投的时间是愈来愈晚，头一场的公投电视发表会会伫13举行，4大公投的代表人会大声出场，甲反对方的代表轮流来讲因的理念。经济部长王美花会甲律师陈宪正伫海草带的议题来辩论。我们希望借由恳切的说明，就事实面让大家知道，争取大家的支持。先讲，然后呢，政府放在后面，
那下半场呢，应该是政府方在前面，我们在后面呢，还是我们在前面，政府在后面？是什么鬼啊？第二场的发表会，赵少康会代表反来地公道的立场来出场，伊批评中选会安排顺序无公平，呛声讲要伫现场抗议。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中国共产党的第19届六中全会已经结束啊！这摆通过共产党有史以来的第3份历史决议，除了确定明年后半年会召开第20届的全国代表大会，另外也透过历史决议，搁再确认习近平的地位。有学者认为，中国透过历史决议替习近平咧铺路，建立长期执政的可能性。中共伫初八召开连续4天的16届六中全会，通过第3份历史决议，除了确定中共20代明年下半年伫咧北京召开，也通过百年奋斗重大成就甲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共指出，即便伫咧重要的历史时刻召开六中全会，要维护习近平伫咧共产党的核心地位。全会号召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攻坚克难，开拓奋进。六中全会指出，毋但是确立以习近平为核心，也佫讲时间会证明习近平的中国新时代特色主义思想的地位。学者分析，中共除了总结建党的历史教训，也透过历史决议替习近平铺路，建立会让长期执政的可能性。习近平不需要透过这一次历史决议，他也一定可以在20大顺利连任。但是有了历史决议，确确实实可以让他更具有他认为的正当性、合法性、必要性。中共第3份历史决议也讲到台港的问题，要做到爱国者治港，为一国两制打基础。伫台湾的部分，只敢若讲到坚持一中原则，也个九二共识。包含两岸关系主导权加主动权。这个台湾的议题本来就不该出现在中共的历史问题决议里面，因为台湾的议题不属于中共党内路线斗争的问题，然后你要总结他的历史经验跟成就，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总结。第3份历史决议正罕见地讲到港台，不过讲到台湾的部分是比香港较少。前香港浸会大学助理教授吴伟国质疑，可能连中共拢心中伫咧承认处理台湾的问题的失败。记者综合报道。COP26联合国气候大会本来昨就要结束，不过要受真侪项决议还未决定。另外，联合国秘书长也批评讲，化石燃料产业要是会当摕到几纳兆美金的补贴，看起来改善气候的承诺，袂输是咧讲闲话。COP26联合国气候大会已经进入尾声，不过真侪项决议也是还未解决。大会主席夏马伫10月表示，加强各国政府、加非政府组织中间的合作真重要。不过即马时间剩无偌济。There is still a lot more work to be done, and COP26 is scheduled to close at the end of tomorrow. So time is running out. 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警告，当石化燃料产业也是当得到几多条美金的补贴，各国还搁咧起烧火团电厂，排放二氧化碳也是无付出代价。市场甲投资者因的决定，拢互人特别包装过。伫这种的情况下，所有承诺听起来拢无实际意义。伊接受美联社专访的时阵讲，限制全球升温伫1度半这个目标，目前已经伫咧插钢接好起去的阶段，不过无到最后的坎站未放弃。Until the last moment, hope should be maintained. I still hope for a big push today and tomorrow for an agreement based on increased ambition in mitigation, in finance, in adaptation. 会场无远远的所在，环保人士架一条河伫对岸抗议，警报器大响，代表解救地球伫要维护啊！呼吁各国参加会议人士赶紧阻止气候崩盘。And what we're really saying here is that we need a different gear change. We need a different mindset. We need to move into something like World War II level mobilization here.
卡的二六伫要落幕，明年的主办国家甲地点也已经公布。路透社报道，卡的2022年联合国气候大会由埃及担任主办国，地点是伫红海度假村夏姆西克。那是2023年的卡28，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总理兼杜拜的首长穆罕默德亲王，伊伫 Twitter 顶悬宣布，已经核选为主办国，会尽全力互会议成功。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镜头转来国内，前几天啊，台中有一个大学生赛车甲人相压，煞去互一名少年人拍甲昏迷不醒。病院表示，这个昏迷大学生渐渐有反应啊，若甲人拍甲重伤的嫌犯，老爸老母也出来回实的。不过，重伤学生的妈妈即马是决定要拍官司讨公道。姓宋的大学生初7半暝开车去下着姓张男性的轿车了后，互拍到昏迷。12顶堡病情传出好消息，台中营总表示，姓宋大学生已经到达精神，叫伊的名也会点头回应。追踪一个断层扫描，扫描并没有发现有很厉害的水肿。那今天早上去看他的时候呢，就脑压都相当的好。另外一个叫他的名字，他已经会点了。所以我们慢慢的要给他梳洗。姓宋大学生的妈妈顶埔也去到律师事务所，针对未来法律定数了解细节，而且坚持对3个加害者提告。律师确定一下，就是在刑事方面我们要怎么去做一些搜证的动作，还有怎么样的来对对方提出最重的告诉。如果可以的话，当然就是3个都会提告。针对管区内发生暴力案件，台中市警方也开始动员，对12半暝开始展开全面扫毒暴力专案，对管区内 KTV、酒店、pub、卡拉 OK 和恶毒帮派为主地点实施扩大临检勤务。KTV 嘛，还有一些酒店。那除了话这些公共场所以外，另外的话，我们在道路周边的话，都是采取封闭式的路检。台中市刑事大队表示，目前已经查到涉组织犯罪、网络跋筊、诈欺欺骗案件，总共18件，102个人，而且也查扣不法所得大约新台币4000万，断绝恶毒帮派的金流。记者综合报道。同款伫台中有一个高中生坐公车的时阵，安全门锁伫公车咧转弯的时阵向开启，查某学生当场是互扣出去车外，造成学生挫伤。不过业者说是咧下体责任。交通局表示，公车设备为何有问题，要求业者都要改善，会罚2万到5万块。路口敢毋是去画面翕到，市顶一个道，一台公车正驶无顺着安全门向阳大开，一个女学生被摔出车外。经由公车顶面的行车记录器看到，公车驶完了后，车内所有人客拢看后壁，也有人客行到一直喊叫，司机赶紧停下来看卖。还好现场那个车流量没有到很大。因为我觉得，如果真的车流量大的话，那真的。女学生的骹手去切着伤，用纱布包掉咧，腹肚也扣着伤，加在人清醒无要紧。这个月初10，女学生坐41路公车准备要转去厝诶，却是伫这个大西湾的所在摔落去大路，伫涂骹冷过来冷。家属部分业者当时甲这个原因讲是女学生唔对。通常这个门会打开，就是小朋友去玩，它才会打开啊。我突然听了揪了一下。我的女儿是背对着安全门，她一只手是扶在那个栏杆上面，然后一只手是拿手机。中华客运的发车站，客运业者对这台公车来大检修，初步了解是因为安全门的门锁无开完，西湾的离心力造成伊松去，安全门才来大开。这台公车车龄只有5年。客运业者表示，每工在出发进前拢会巡检1摆，可能是机械故障。我们那个安全门那个把手，可能我们头能拉起来的时候没有弹到顶的关系，所以卡榫没有完整的去顶到那个安全门的一个状况。车辆安全门的部分攸关乘客安全，那将会加强相关的管理作为，那以降低车辆设备异常而导致肇事的比率。台中市交通局表示，公车业者对着车辆的设备维护不当，依照契约对业者来罚2万到5万。同时也要求全台中市的客运业者马上检修车辆的安全门，也无定期来抽查，避免相关的情况再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
指挥中心开放印尼移工上紧后礼拜会当入来台湾，不过集中检疫所分配给移工的名称位，敢若有1700个，而且为着配合过年期间有民众会返来过年，为今年12月15到明年的2月14开始，会先暂停移工入境2个月。若准家庭需要请看护工，可能就要等到明年中啊。在一指挥中心宣布开放印尼籍的移工，无分行业别拢会使专案来引进。不过头一波的解禁的禁令标准真严格，集中检疫所的床位也只有1700床。介绍公司员赶紧先转介过来现有移工和新的头家。我们政府在国外那边设了很多的这种要求，他们的这个训练中心或者是他们的中介公司的宿舍里面了不起，他能够有通铺的地方让他们居住。那不可能有这个一人一室的这种场所。移工来台湾进前会先伫母国接受训练，指挥中心规定，进入训练所前3天爱先 PCR 采检阴性，所来登记进前72点钟，第2摆 PCR 检测了后，应该落实一人一室来隔离，避免遭到感染。而且对着台湾的雇主也采取积分制来决定引进的优先顺序。移工离开检疫所了后，雇主配发的宿舍若是套房，就有关这积分，如今会使申请到移工。如果现在制造业来讲，一些大厂它应该是比较比较有优势嘛，因为他们提供的这个住宿的环境都是属于套房式的多一点。但一般小型规模或者家庭的，他们就是可能都是要吃亏一点。普遍的在家里大部分三房2厅嘛，那我们把移工进到这样一人一室里头。我们宁可我们雇主自己挤在一起，让移工进来。有登记照护需求的家庭，对今年3月开始等要请新的看护，不过受到疫情所过影响，也伫5万。有雇主表示愿意提供好的宿舍条件，也不过真无奈，头一波移工的开放，一入去敢若到12月中，刷来12月15到明年的2月14，各位因应民众过年回乡暂缓，也是减量，要有心理的准备。明年中才法度真正请到看护。记者综合报道。立委林昌做的罢免案第2阶段联署，台北市选委会初审有效的联署数干那22000多份，并无达到24475份的标准。即马会由中选会审定了后，通知罢免方伫10天内补件。林昌做也强调讲，会全力备战，希望这款报复性的罢免就到这为止。立委林昌佐罢免案第2阶段的联署，林宪仁、李大平，还有台北市议员张秀平这人，10月初9送到31000份的联署书，12初审的结果公布。台北市选委会认定有效的份数不通过这个标准，不过写实补件。一个查对的一个结果是，它并没有过最低的门槛。那这个我们已经把我们初审的结果报送中选会了，中选会还要做最后的审定。他审定之后，他就会依法来通知领衔人，然后会给他1次的补件机会。由台北市第5选举区前摆选举人总数是244748人，所以第2阶段的罢免案联署人份数应该达到24475份以上。而罢免这方面送到31548份，无合规定的有9431份，合计只有22117份，也不足2358份。台北市选委会表示，已经把初审的结果提报给中选会，中选会会发公文给领衔人10天内完成补件。林昌佐讲，罢免团体做过联署，讲会最后准备和报复性罢免到这为止。乱造联署书的状况层出不穷，而且越来越明目张胆。审查出来以后，又远远超过黄捷跟陈柏惟，已经到达3成，做好全面的准备，全力来应战。希望报复性罢免到我为止。被删掉快1万份哦，这个是超乎想象了。就是不过没有关系了，反正他们审查严，我们还是要继续要做嘛。送6000，我们只欠2300就一定会过。就是还可以补件嘛，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非常乐观，这个联署会成功的。罢免这方面讲，无效计有点仔多，有点仔意外，重心放伫10天内完成补件。有计15在中正区设置15个联署站，一礼拜内收集3000份的联署书，加上库存的3000份，总计6000份送市委会来扎队。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今仔日台南以北的水汽会较高，玉山嘛伫今仔早起5点落头一场雪。接落来，带观众朋友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
北部地区17度到22度。中部地区16度到25度。南部地区18度到28度。东部地区17度到25度。外岛地区16度到24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珍，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